台语文刊榜来看，花莲有一个阿米水母语共学团，对我即马当地募款，因是希望会当出版因的教材甲绘本。若绘本可以当用无工作群的语言来读，希望会当传承咱台湾多元的母语。囡仔赤脚徛伫田中央，对时代的报田，听会讲的拢是阿美话。阿美族住伫有山有海台湾东部千百年，有一套甲自然环境和平共处的生活智慧。2019年，一群阿美族家长伫花莲马格达爱部落成立达摩勒阿美话共学园，发展四季体验课程，配合无共时节，带囡仔伫全母语的环境中传承阿美文化。即阵要将因的教材绘本出版，予大家使用。生活甲佚佗相关系，所以会当真轻松的方式来教囡仔讲哦，百合花开啊，即马是啥物一款的情况，春天啥物一款情况是真水的。Musadak kutida bahasa Iwali Mitlam kutida bahasa Iadib。佚佗绘本阁用母语录音朗读，毋但阿美话，共学园阁要出其他原住民族语，甚至阁有客语加台语。热天吹南风，寒天透北风。你会使用你的母语，甲大家、甲你的囡仔，也是甲任何一个人，用真美丽的方式讲出你的语言。所以，阮会录这款语音包，互大家看到。哦。台语、客语、排湾语、布农语，拢会使用你的方式来讲出来。绘本当咧集资，若是达成相关的目标，就会办师资培训工作坊。毋茫无工作群的人，拢会当来参考共学园的经验，发扬家己的母语文化。记者林书、谢桂林综合报道。